常年期第15周星期二，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當烏齊雅的孫子約堂的兒子亞哈次為猶大王時，亞蘭王納根和以色列王納瑪呂亞的兒子培卡克上來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不能攻陷。有人報告達味家說，亞蘭已經駐紮在厄弗辣因。君王與人民都膽戰心驚，有如風中搖動的樹木。上主對依撒意亞說：你和你的兒子寫雅以亞束布出去，到上池的水溪盡頭，即漂工田間的大道上，去會見亞哈次，對他說：你必須審慎，保持鎮定，不必畏懼，不要因那兩個冒煙的火把頭，即勒根、亞蘭和納瑪呂亞之子的怒火而膽怯。雖然亞蘭、厄弗辣因和納瑪呂亞的兒子同謀迫害你說，我們上猶大去擾亂他，把他佔領過來歸於我們，並在那裏立塔貝爾的兒子為王。但是我主上主卻這樣說，這事決不能成立，亦不能發生，因為亞蘭的首都是大馬士革，大馬士革的首領是勒根，厄弗辣因的首都是撒瑪黎雅，撒瑪黎雅的首領是納瑪呂亞的兒子。6年或5年以後，亞蘭將被消滅，厄弗辣因將要衰敗。假使你們不肯相信，你們必然不能存立。上主的話。今日嘅聖經呢，都係講到喺舊約時代咧，以色列人嘅一啲嘅歷史嘅事件。以色列人呢，佢哋好清楚自己嘅歷史係點樣。喺今日嘅聖經係講到喺嗰段時間，聖經話呢，當烏齊雅嘅孫約堂嘅兒子亞哈次為猶大王嘅時候，亞蘭王納根同以色列王納瑪呂亞嘅兒子培卡克上來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不能攻陷。我哋好清楚當時亞蘭王係外邦嘅勢力，而呢以色列王呢佢嘅兒子呢其實係屬於呢北部啊，因為當時嘅以色列呢其實係一個分裂嘅王國啊，北部係以色列，南部係猶大。即是話以色列北部呢一個嘅國家呢，聯同外邦嘅勢力呢，要攻打猶大，耶路撒冷就係猶大嘅首都。但係聖經話呢，但是不能攻陷。好明顯啊，呢兩個國家喺當時嚟講呢，係強而有力嘅，特別係亞蘭王加上以色列。我哋唔好忘記以色列呢，喺王國分裂嘅時候呢，佢係佔10個嘅支派，而南邊嘅猶大只係得2個嘅支派。根本呢，如果真係要打上嚟呢，實在強弱呢係懸殊。再加埋亞蘭王喺當時呢一個好大嘅外部嘅勢力。如果以色列同亞蘭聯手呢，猶大有乜可能可以抵擋得住呢？但係聖經形容用幾隻字啊，佢話但是不能攻陷。我哋好明白點解唔能夠攻陷呢？呢個係天主嘅保護，因為耶路撒冷就喺南部猶大國嗰度。耶路撒冷係代表住呢個係天主揀選嘅民族，喺呢個民族裏邊成個嘅核心就喺耶路撒冷嘅地方，因為聖殿喺嗰度。聖殿係天主臨在嘅標記，而達味嘅家族一直呢都係留守喺南部猶大國裏邊。所以我哋睇到天主係有一份嘅憐恤，天主呢係關心，亦都天主係守盟約嘅。
因為佢曾經應許達味佢嘅國咧係會延續直到永遠。所以咧，雖然佢哋咁樣攻打，但似乎咧唔能夠有好明顯嘅一種嘅效果。但係睇落去就奇怪嘅，點解呢？因為聖經話有人報告達味家說，亞蘭已經駐紮在厄弗辣因，君王與人民都膽戰心驚，有如風中搖動的樹木。正如同我所講嘅，當猶大面對咁大嘅對手嘅時候咧，有乜理由唔驚？所以當時猶大王係好膽戰心驚。聖經形容得好貼切，就好似風中搖動嘅樹木。我唔知喺我哋生命中有冇經歷過類似咁樣嘅光景。當一啲艱難來臨，當一啲威逼來臨，當一啲咧我哋處理唔到、唔能夠面對、唔能夠克服嘅困難來臨嘅時候，我哋嘅心同樣咧會膽戰心驚，就好似風中搖動嘅樹木。如果我哋經歷過呢種咁嘅際遇咧，我哋一定好明呢節聖經嗰個嘅意思。但係當時個事實就真係咁樣。但係究竟猶大王喺猶大呢個地方，雖然佢哋咁驚，但係佢哋睇唔睇到天主嘅眷顧呢？聖經已經講咗啦，呢兩個勢力係不能攻陷猶大，但係佢哋仍然嘅好驚。佢哋冇咗對天主嗰份嘅堅信，嗰份嘅信德，因此呢，聖經就講到上主呢就請依撒意亞帶埋佢嘅兒子舍厄爾雅叔去到呢見呢一個嘅王，對佢話叫佢必須審慎，保持鎮定，不必畏懼，不要因兩個冒煙嘅火把頭所指嘅就係亞蘭同以色列。唔需要擔心。聖經話呢，先知提及到，雖然亞蘭、厄弗辣因同埋納馬呂亞嘅兒子同謀，但係呢，天主呢決唔會讓呢啲事呢可以成功。上主話這事決不能成立，亦不能發生，好清楚嘅。所以當我哋遇到呢啲艱難嘅時候，我哋能唔能夠好似依撒意亞先知所帶出嘅信息一樣，話上主話俾我哋聽，我哋唔好害怕，呢啲事唔會發生。信德係非常嘅重要，特別喺我哋遇到呢啲艱難嘅時候呢，就係我哋考驗出我哋嘅信德去到邊日嘅地步。而先知呢講得好清楚，6年或者5年之後，亞蘭將被消滅，厄弗辣因將要衰敗。假使你們不肯相信，你們必然不能存立。所以呢個相信呢，係扣緊於呢，究竟佢哋能唔能夠存立？我哋今日呢，正如我頭先提及過，會遇到唔同嘅挑戰、唔同嘅艱難，我哋嘅信德係點樣樣呢？冇錯，如果我哋相信天主嘅保佑呢，相信天主嘅心意會成就嘅話呢，冇錯。我哋要努力嘅，我哋要堅忍落去，等待天主嘅救援。但另一方面，聖經好隱晦咁提及到，如果我哋缺乏咗呢份嘅信德嘅時候呢，可能我哋就唔能夠存立。所以我哋要求天主幫助我哋，讓我哋嘅信德呢能夠好穩固咁樣去依賴天主，因為佢必定救我哋。由於佢愛我哋嘅緣故，我哋肯定喺我哋同天主之間嘅盟約裏邊，佢會關心，佢會照顧，並且會常常為我哋打開一條嘅出路，讓我哋一齊祈禱。天主，我哋多謝你，因為從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邊睇到你係守約施慈愛嘅，你關心愛你嘅子民，你亦都保護愛你嘅子民。無論我哋處喺咩嘅光景嘅當中，深信呢，你係好關心我哋嘅處境，你必定為我哋找出一條嘅出路，讓我哋常常能夠有足夠嘅信德，亦都有一份堅忍嘅美德。喺堅忍嘅裏邊，我哋繼續懷着盼望去等候你嘅救援。以上所求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阿們。